今日係一個打卡苦手探索同記錄華富村嘅日子，你會見到公屋天井手震板、橢圓形晒衫天橋同埋瀑布呢。華富村一個已經宣布重建嘅屋村，首階段嘅居民遷出同安置計劃於今年內進行。呢批居民會搬去同區另一棟新公屋，成個重建計劃預計會到2035年完成。有幾多人同我一樣，其實係第一次嚟華富村嘅呢？其實華富村有1村同2村，但係今次嘅打卡位大部分係近2村多啲嘅。首先喺2村商場上7樓平台先，喺平台嘅一角可以見到少少海景。影完相就穿過平台，華生樓對住嘅就係圓形天橋。不過人哋就嚟打卡，我哋就似嚟影人哋晾衫多啲喎。其實呢，要喺另一個角度影，先影到圓形中間有棟屋邨大廈嘅。大家記得打卡都要小心睇車啊！行返入商場，落返6樓就見到麗絲快餐店，一間傳統嘅舊式快餐店。一句講晒，下午茶嘅雞髀漢堡包都 OK。詳情就睇返我哋另一條 shot 啦。隔離文具店仲有得扭 Huntress 啦，咁 in 嘅。同時鋪頭入面仲有西瓜波呢類比較傳統嘅玩具。有幾多人細個係玩過西瓜波㗎？留言講我哋聽啊！想去天井，我哋發現華翠樓行入去係最易認嘅，但係因為我哋啱啱喺6樓，就行咗另一條路，落返街市揾到廁所，再行出少少就係呢個天井位。呢度呢，好似僵屍呢套港產劇最後打僵屍嗰啲場景啊，唔知夜晚嘅感覺會係點呢？手震版天井 get 之後行去南區海濱。近海仲有個靚位打卡正，可以影埋南丫島3支香。望完海向右邊一直行，就可以順便睇埋瀑布灣瀑布。雖然只係影到少少，我哋行嘅呢條路其實行到底係封咗嘅危險區域，所以如果你冇航拍機嘅，就會影到同我哋一樣嗰少少瀑布。大家可以自己決定仲嚟唔嚟打卡啦。瀑布灣係行到去數碼港嘅，中間呢條路都可以睇到好靚嘅海景。望住各種歲月嘅痕跡，呢啲有限期嘅事物，正正提醒我哋活在當下，珍惜所有。如果你同華富村之間有啲特別嘅回憶，都可以留言同大家講。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拜拜。